准备好自己来啊！没有跟你赶时间，你可以调整呼吸啊。只剩下你自己可以调整好再来啊。场上举行的是跳高决赛。高真，你自己调整好就来啊。运动会队员然后在场边跳远超高的让人高度是145公分，1.45米，已经2次失败，来最后一次，我们希望能成功。来，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加油！成绩报告：100公尺女子组决赛第1名。好，1.45米，来第3次准备起跳。第1名陈雨婷，第2名黄宏恩，第3名。来，身高高度150。以上遇到的同还有哪一位选手？总共拍几张？那照片呢？怎么拍几张？应该也超过1万600多。比赛的话，可能先今天请各车队派1名来领取奖金哈，来领取奖项。陈雨婷派1位代表，谢谢。谢，加油！好，高度150公分，张启轩跳。最帅的龙金课长，为我们颁发这项奖项。张启轩第2次跳。成绩报告，成绩报告，国小决赛第1名，男子组跳高第1名林家豪，第2名桃山国小高洪恩，第3名桃山国小向杰恩，国小决赛第1名古都国小高航，第2名桃山国小高洪。
选手号次排请。鱼子组张启轩第3支票。是武功国小杨秀芳，第2名桃山国小邓嘉玲，第3名桃山国小钱真，请以上社会组参加400公尺接力的选手，请到本路处点名。国中组400公尺已经全报名的过来出发点，我们准备出发了。那个吊高场度这边要让开哈，我们还在比赛哈。那个这边要稍微退一点，因为距离越高拉的弧度越大哈。16分发的奖项是国小联赛跳高，这边要再退一点哈，越高。第1名武功国小林家豪，第2名桃山高工跟，第3名桃山国小下对，于志杰等一下以上由我们乡公所最有价值的建设课曾课长为我们颁奖，谢谢。好，目前我们跳高场地，我们国中于志杰，剩下他一个选手挑战153公分，1米53，然后给他掌声一下，1米53。来，于志杰跳。第4 1米53，林志杰就顺利的跳过了。我们好，目前挑战1米56。那个于志杰，呼吸调好再来哦，你有时间可以，不要急哈，你准备好再来，你自己觉得准备好再来啊。好，现在挑战1米56。来，我们给于志杰掌声鼓励一下。不要紧张，这一次是跳失败。乡长，他如果跳过，奖金500啊，谢谢。好，现在我们的葛主席加码500。来，我们的林志杰最后一次试跳1米56，来，我们给他掌声一下，来，我们有节奏好不好？来，1、2、3、4。已经打破我们国中的记录了。